Hello，大家好。世界盃咧，仲有咧係5、6日咧就係揭幕啦。當然咧就係喺6月11，溫哥華時間或者香港6月12，香港、中國同新加坡時間咧係舉行嘅，喺墨西哥城舉行揭幕戰，係由主辦國之一墨西哥對咧係南非嘅。南非係2010嘅主辦國嚟嘅。自從主辦國之後呢，佢哋今年先至咧再有機會咧係打世界盃。不如咧就講講咧，我嚟到溫哥華咧，喺溫哥華市區賣飛方面啊，同埋咧交通方面嘅情形啦。OK，喺賣飛方面咧，係初期咧啲飛咧賣到好貴。一場係分組賽嘅賽事喺溫哥華舉行嘅賽事咧，大約係平均600蚊加拿大紙，即係大約6636啦，係3000幾蚊港紙一張嘅。當然係算係昂貴啊。但係呢啲只係分組賽啫喎。到第時咧係32強、16強、8強、4強等等嘅淘汰賽咧，又另計喎，可能係更加貴啲。但係如果有啲係未買到飛嘅係球迷，佢哋想親自入場咧去呢個 BC Place 溫哥華嘅球場睇咧，我相信你俾啲耐性咧，分分鐘有驚喜咧，喺網上咧會有係at par，即係個票價幾多錢，喺張飛嗰度寫住幾多錢咧，分分鐘有嗰啲平飛咧係票價唔會貴得過咧，就係嗰個飛佢真正嘅數字。譬如嗰張飛寫住200蚊加拿大紙，就係200蚊可以買到㗎。好啦，講完賣飛方面咧，就講呢個交通方面啦。由於咧係呢個溫哥華咧係由呢個南邊列治文市向北邊揸車去咧，就係有幾個樽頸嘅通道嘅 Cambie 啦，東邊最東邊啦，跟住有屋啦，另外呢個 Granville 咁上去呢個由 Richmond 或者由飛機場上去呢個溫哥華球場嗰度㗎。溫哥華球場咧就好近 Chinatown， 亦都好近呢個 Robson 嗰條街嘅。但係由於世界盃呢個溫哥華嘅係市政府，佢驚住咧係令到交通阻塞啦，就叫啲球迷咧多數係坐街車，即係 public transportation 去球場，甚至乎咧如果坐佢哋嘅 SkyTrain 咧，地上鐵咧都要行耐啲嘅，行我相信好似15至20分鐘，因為喺Chinatown嗰個站咧就到時係封咗嘅。換言之就話的士好似香港嘅啟德運動場咁，唔會直入到去啟德運動場側邊嘅，係會喺呢個左鄰右里，其實咧都係幾遠嘅左鄰右里咧係落車要行去嘅。呢啲就係交通嘅問題。至於酒店咧，大致上一般嘅酒店3星、4星、5星咧，都係比平時暑假嘅價錢咧，暑假根本嘅價錢咧喺溫哥華咁好嘅天氣就一定係貴過普通嘅日子㗎。但係由於世界盃方面咧，就酒店就唔會話好似啲飛炒窿咗，係會咧係到時咧有好平嘅酒店價錢啦。大致上咧平均，如果喺 downtown 酒店，我相信冇800蚊嘅係加拿大紙咧，都未必有一間靚房，即係嗰啲5星嗰啲。至於近住飛機場嘅酒店3星嘅咧，我有朋友最近係入住咧，都要200幾蚊係加拿大紙。換言之咧就係要成2000幾蚊港紙嘅。呢啲咧就係溫哥華舉辦世界盃佢哋嘅形勢。而溫哥華嘅球場咧就係 BC Place。92年香港隊嚟呢個加拿大同埋美國係打呢個友誼賽咧，亦都嚟過 BC Place 咧係打過嘅。
你問下邱健威啊、潘家明啊嗰啲球員就知㗎啦。咁啊，呢個係 BC Place 嘅球場呢，就唔係最細嘅喎，係相信係第三細啦。最細嘅球場呢，就係喺多倫多嘅 BMO 球場。咁就喺 BC Place 嘅球場呢，就坐54,500人。咁就肯定到時幾多錢又好，貴又好，要炒飛又好，或者有平飛炒窿咗賣出嚟又好呢，係可以坐到54,500人。咁就大致上有7場比賽呢，呢個係世界盃嘅賽事，去到呢係16強呢，係喺呢度打嘅，即總共係打呢個係7場啦。咁啊，報道咗溫哥華嘅消息，咁啊大家咧記得留意咧，就係我 Peterson 喺 podcast 或者喺 YouTube 咧，同大家交代世界盃最新嘅形勢啦。